113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倒球锦标赛，7月3号、4号将伫台中市来登场。台南市议会无论是网球或者是倒球代表队，参赛成绩拢非常的优异。伫去年议长杯倒球赛当中，台南市议会就拿下团体赛职员工男子组的冠军，甲团体赛职员工女子组的冠军。这届代表队的选手阵容坚强。由着李克伟议员担任队长，希望有信心将今年的总冠军拿下回来。我们这一次一共有32位32位，包括我们的议员先进，还有我们的议会同仁共同报名。我们希望今年也能够像去年一样，把这个奖杯留在台南市议会。那去年我们议员组呢是拿到殿军的样子哈。然后我们的团体组呢是拿到总冠军哦，所以咱的同仁是真厉害的。那我们今年势必一定要把这个奖杯留在台南市议会，大家有没有信心？有。今年这个阵容坚强啊！去年我回想寿喜的时候只有3位议员，今年有好几位了大家也都很勤于练习真的实力也都进步不错我们充满信心一定可以为台南市夺得佳绩，大家一起加油加油！今年全国地方议会议长杯倒球锦标赛由着台中市议会主办，将伫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体育馆举行。台南市议会倒球代表队由着议长曲丽丽担任总领队，副议长林志典担任副总领队。总共32位议员加员工参赛。台南新闻联跟杨顺怀采访报道。